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利用人类的智慧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中国警察溺毙和枪击2名玉树接骨镇的藏人。藏人行政中央官方发言人反驳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藏人行政中央嘎夏重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藏人行政中央庆祝印度独立75周年。司政颁发次人出席萨拉高等藏语研究学院成立23周年校庆。司政为第7届西藏青年研究学者会议揭幕。美国驻印度代表表达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日本西藏之家开设周末藏语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韩国洛桑雪珠林寺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18号上午，通过网络视讯向韩国为主的信众给予“慈悲与非暴力”为主题的演讲，随后与网上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呼吁人类利用独特的智慧，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并克服和挑战各种危机。另外，上周日8月15号，在西藏境内发生的一起事件中，一名叫做日扎的藏人男子，在被中国警察临检时，要求便衣警察出示相关证件后，他被从一个陡峭的路边推入当地的通天河中死亡。他的朋友西肉嘉措在冲出车外阻止警察时，也被枪击致重伤。据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西肉嘉措与日扎以及另一名友人驾车从接骨镇前往清水河镇，途中被多名着装便衣的不明人士进行拦检。日扎询问检查原因，并要求对方表明身份，却被推下公路，掉入旁边悬崖的通天河中溺毙。而欲阻止他们恶行的西肉嘉措也遭到枪击。旁观民众介入后，将受重伤的西肉嘉措送往医院急救，而日扎的遗体一直未被寻获，外界猜测恐怕已经死亡。而在上周的另一份报告中，中国当局于8月4号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接骨镇逮捕了来自玉树州的仁钦多杰和格藏尼玛，以及石曲县的藏人伦珠，指控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当局认为的非法图片。据悉，上述事件是在所谓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成立以及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前后发生。西藏各地的中共官员对藏人的手机和车辆进行抽查，试图重新加强限制西藏各地的网络通讯以及与流亡藏人社区的联系。此外，在中国政府于本周四8月19号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大肆庆祝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谴责中国在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70年的过程，对西藏带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转变，并批评中共当局试图将西藏的所有权从藏人手中夺走。丹增列谢指出 ，It's quite disturbing to understand that whenever the Chinese leaders talks about Tibet issue these days, they are not talking about Tibetan people. Now they try to distance the Tibetan people from the ownership of Tibet. 丹增列谢先生进一步抨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昨天的活动上发表的关于西藏已经走上繁荣之路的讲话。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8月13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自1998年成立至今负责藏中对话相关事务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并另行成立了一个新的战略规划小组。据了解，新设立的战略规划小组的成员由藏人行政中央直属机关的高级官员组成，将向司政通报有关西藏境内外的问题，并向司政提出相关建议，以及制定和规划有关藏中和谈的所有事务。与此同时，在上周日8月15号，印度共和国迎来第75个独立日之际，
藏人行政中央在嘎夏秘书处大楼前举行升印度国旗仪式，隆重庆祝了印度独立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举行的升旗仪式。司政边巴次仁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达祝贺的同时，指出印度经过200多年的斗争获得的独立是一种激励，并强调希望早日实现西藏的自由。另外，坐落于印度北部西马希尔邦达兰萨拉近郊的萨拉高等藏语研究学院，于8月13号迎来该校成立23周年校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应邀出席庆祝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司政边巴次仁在讲话时呼吁学生们永远不要忘记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人民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并要求年轻一代的藏人应该充分了解西藏的历史和事务。司政还赞扬了该学院的独立地位和多年来实现的自给自足模式，以及感谢该学院前师生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捐款，并称赞该学院通过其基于价值观的教育体系，培养了许多有能力和有责任感的藏人。在庆祝仪式结束前，该学院对2020年至2021学年的优秀学生和服务时间超过20年的教职员工进行了表彰。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8月18号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3天的第7届西藏青年研究学者会议开幕式上，呼吁西藏学者利用研究技能来研究西藏境内的局势。司政边巴次仁在讲话中指出，虽然越来越多的藏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仍然缺乏能够全面了解和挑战中国政府虚假宣传的学者。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在致开幕欢迎词时，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学者出席会议，强调作为藏学研究学者对了解西藏历史的重要性，并指出只有通过研究西藏的历史，才能令人信服，并准确地为西藏进行辩护。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印度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钟琼欧珠于8月10号在新德里会见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代表阿图尔·凯沙普先生。在会晤结束前，代表阿图尔·凯沙普先生在其官方推特上推文写道：“很高兴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钟琼欧珠先生会面。美国支持西藏的宗教自由和保护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特性，并尊重达赖喇嘛尊者为实现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愿景。”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下属的西藏之家于上周六8月14号开始举办为期3个月的周末藏语班，向日本和藏人民众教授藏文和西藏文化。为了遵守日本政府的相关防疫法令，目前藏语班内只限10人参加，其他约30名日本各地的学员则通过网络参加定期课程。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